最近有厂商伫网络播影片批评讲红婴仔地顶的配方牛奶上过甜哦，未输地顶可乐也是甜味茶。医师个药师是公开表示讲这是错误的资讯。药师嘛警告讲哦，传播无正确言论，相当适当罚100万。 为着鼓励妈妈饲母奶，有卖婴仔用品品牌的业者伫咧官方社群顶面表示，婴仔咧啉的配方奶也是牛奶粉受过甜，细汉红婴仔啉牛奶等于就是咧啉可乐、珍珠奶茶。这个言论引起争议，也互一寡无法度饲母奶的妈妈压力真大。那时候刚生出来的时候。 没有什么母乳胎，是说医生说不要给自己的压力太大。因为我小孩子本身他肠胃不是很好，所以他会便秘，所以我就请教营养师，对，帮我问一下什么样是适合孩子，所以我就给他喝。 医界含饲药师嘛出面指出，母奶含配方奶内底糖分其实是差不多的，两个拢是100cc 内底差不多有7公克左右的零糖。也有小儿科医生强调，妈妈为这届放送的消息确实是无正确。咱的配方的牛奶粉呢，足亲像母奶的成分啦吼。有当时甚至讲母奶内面有啥物成分，我配方的牛奶粉就加迄个成分落。 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之谣言，卫福部食药署已于8月28日通报 Meta 公司进行下架处理。食药署提醒，只要甲食品安全有关系无正确的消息，会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100万以下的罚金。食药署也支持，不管是母奶也是配方奶，只要是符合妈妈和婴仔的状况，拢是好选择。引起争议了后，业者嘛已经回息咧，甲错误的网络影片摕掉啊。记者陈亚轩、王兴忠台北报道。